咱这结论吼，你也看吼，台湾语言流失是相当严重啦，吼啊有一半已经吼，这李任奎吼，已经就是97年写的论文啦。第2位吼，第2位是去美国留下迄个研究台语的啦，吼以后即摆用母语的人吼，愈来愈少，吼所以这个使用母语的能力减退，过来就是黄宣帆，伊讲伊嘛是讲这个尤其原住民语已经是走向灭种的路当中啦，咱台湾台语已经联合国迄个教科文组织讲咱是列入去母语灭绝的危机啦。前任的这个副院长像这个叶菊兰伊就讲闽南语挂号当中啦，客语已经咧急进啦，那这个原住已经是咧交互白房啊，伊的看法是安尼啦，所以讲这张如虹教授讲，大声就是原住民语，过来就客家语，最后是河洛语，为什么要坚持要用母语？这是希特勒的名言啦，希特勒真霸道来啦，但是足有意思，伊讲要消灭一个民族，大声要瓦解伊的文化，要瓦解伊的文化，就要消灭现在伊的语言。若要消灭这种语言，要为因的学校落手。即摆每年的2月2日即世界有成立世界母语日啦，这头仔就是伫迄个孟加拉语言运动1952年，有一寡学生去伊要推行这运动有个冲突所以才死亡。过来，同重要，语言毋那是交通的工具伊嘛是传承文化、凝聚认同、族群符合是一种基本权利。但是，咱袂去，语言嘛是一种无爱甲人沟通的工具。这怎讲？这句足重要迄个听讲，咱台湾的代表去外国去设手去迄落，即摆若有什么特别的代志，因互相拢讲台语都是我互对方知影讲恁伫计划什么伫策划什么政策还是啥所以语言是沟通的，不过语言嘛是无爱沟通的工具。这个语言，即摆咱即摆时间关系，咱那个一个纽西兰的毛利语又叫为1982年开始去服用伊的毛利语，伊就有个专门的学校，为幼稚园、小学生拢一直讲毛利语，因的公共场嘛是英语毛利语，用来培养。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就是 Hebrew， 本来迄个 Hebrew 的，就是伫西元4世纪的时口头讲的就无啊啦。到19世纪就是这个耶夫达，伊才个推行，伊嘛是拢为这个小学、幼稚园为家庭开始来服用。即摆听讲因由以色列Israel 的这个 Hebrew 甲英语拢是伊的官方认定的国语啦。这个做法咱应该通迄落。时间已经毋是徛伫咱这边啦。好在在咱目前台湾的状况比毛利也是 Hebrew 是无较歹，
哦啊，所以咱即马尤其过去20小学台语，今年111一学年度就是9月开始的哦，咱的高中、国中嘛是爱过上台语哦，国一、国二每礼拜一节。啊，国三是选修也是安怎吼？迄我社团的。啊，高一哦2学期哦2学分，啊后壁因为要考试啊，吼啊所以咱台语有即个